这间位于富前路的拉面特市，以日本 JR 子弹列车作为设计元素，重点来布置甲敢若来到日本的车站同款。顾客一入门，就要先买座位，拣家己介意的地点，然后利用座位边的平板，拣家己所介意的餐点。有侪侪无共口味的拉面、小菜，也有业者家己设计的汽水。业者信心满满表示，因送餐的时间甲子弹列车同款紧，5分钟内现做的餐点就透过这台列车送到位。体验过顾客拢感觉非常新奇。我们这边子弹列车拉面子弹列车呢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蛮喜欢日本的 JR 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跟 JR 造型蛮相仿的一个列车模型，然后利用这个列车模型来做送餐。然后我们的列车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磁浮列车的概念，所以它其实就外观上来讲，他们有直接看得到你的看得到轨道，所以说看起来蛮新奇好玩的。不过因为它是磁浮列车，它的速度其实也还不慢，然后平常在使用它的时候，一定要爱惜它，不要刻意的去破坏它，或者是好玩，然后将它移动，或者是直接整个列车拿起来，因为那个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一个磁浮的原理。不止趣味，业者也非常的大胆，是府城首创24点钟供应餐点的拉面店。或者夜猫族 AM 又搁加一个新的选择。我们子弹列车是一间24小时在台南的一间24小时的一间餐厅。当初会想要成立这么一间24小时的餐厅，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本身我跟我太太也算是夜猫族一行，然后我们觉得其实在夜间有很多很多的消费者，可是却不知道说要去哪边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突发奇想的一个方式，想说我们不如来成立一间24小时的拉面店，这样子让大家在夜晚想要吃东西，还可以找到一个很好吃又好玩的一间餐厅。新店开幕，业者也推出平常日中到4个人以上享受8折的优惠活动，以及外送的大型服务。拉面特级子弹列车虽然过年期间初1到初3暂停营业，但初4过后就会恢复24点钟营运的模式，无休困，持续提供给民众美食享用。台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。